養龍蝦成為咗近期嘅網絡潮流話題，咁而喺投資市場上有啲咩機遇呢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今日係3月18號星期三，我係 Colly。Wesley 早晨啊！早晨 Colly。Wesley 近排咧，我哋見到市場出現咗一個新嘅詞語，咁就係呢個養龍蝦啦。咁你可唔可以簡單咁介紹下咩係養龍蝦呢？咁龍蝦其實咧就源自一款叫做 OpenClaw 嘅開源 AI 代理。咁因為咧 OpenClaw 嘅圖示咧就係一隻龍蝦，咁所以大家就將安裝 AI 代理咧稱之為養龍蝦。咁安裝 AI 代理之後咧，用戶就可以將佢咧當為一個咧私人嘅數碼助理嘅。咁即係話佢可以好似助理咁樣咧，24小時咁幫我去自動處理翻，咁同埋寫程式啊、整理文件啊、覆核 email 呢啲咯喎。冇錯啊，變相你係多咗更加多嘅時間去處理其他嘅事務嘅。咁呢個咧AI 代理嘅熱潮咧已經有好多科技巨企已經加入咗噶啦。咁好似今個月初咁啦，咁啊內地咧有科技巨企咧就免費幫用戶安裝 AI 代理啊，吸引咗過千名嘅用戶排隊嘅。咁但係點解呢啲科技巨頭咧咁重視呢一個養龍蝦嘅熱潮咧？咁佢哋可以由養龍蝦之中有咩好處咧？好簡單啫。咁其實你試想下，如果將大家咧都係用咗 AI 助理之後啦，唔用 App 啦，咁邊間公司嘅助理咧最好咧就變成下一個超級入口嘅。咁而呢一個咧超級入口咧背後其實係自己選擇緊使用乜嘢App 啦，或者 AI 語言模型去執行你嘅指令嘅。咁所以咧各大嘅科技咧都係想成為一個超級入口，然後背後咧就自己用翻佢哋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嘅。咁我都見到啦，部分嘅內地大型科技公司都計劃將呢個 AI 代理技術融入翻手機啊、汽車啊等等產品，咁相信都可以加快翻 AI 代理發展喎。係啊，另外咧，剛才提到咧 AI 代理背後係會使用其他嘅 AI 語言模型嘅，咁所以 AI 代理其實咧就係相當消耗咧算力 token 嘅。咁養隻龍蝦嘅成本都係幾貴下㗎。咁呢方面咧，內地嘅 AI 大模型嘅性價比就高，咁令到內地 AI 代理有明顯一個發展嘅優勢嘅。咁研調機構 IDC 就估計啦，未來5年 AI 代理嘅 token 使用量咧係每年複式增長係30倍嘅。咁算你需求大幅增長，相信都會帶動成個 AI 嘅產業鏈發展喎。咁嚟緊咩公司會受惠翻呢？咁包括啦啲語言模型嘅開發啦、雲端服務啦、數據中心啦，同埋基建設備同埋發電公司都會係受惠嘅。咁呢啲領域咧都係市場焦點嚟㗎。咁啊，另外啦，養龍蝦嘅熱潮咧，亦都會推動咧恒生科技指數咧個走勢係有所好轉嘅。近期科指咧已經係突破咗咧下降嘅阻力，同埋係20天線，短期咧有機會咧上試50天線嘅。咁政策方面咧，內地政府最新嘅規劃亦都將 AI 發展放到最重要嘅位置之一，咁都令到咧 AI 嘅行業發展潛力嚟緊都會備受關注嘅。今日大家傾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